台中南区一搭工地有外籍移工伫咧11楼做事，唔知影什么原因哦，煞对2楼起伤势严重，唔知影人。另外，伫咧西屯这边惠中路甲市政北七路路口有建案的水管落来陷着车，加载4无人着伤。救护车赶紧将受伤人送去病院抢救，因为受伤人位悬的所在落落并无受创，意识已经不清楚。是左边的脸皮这边有翻开，脸皮这边有翻开，然后他的手脚跟他的背部后侧有严重的挫伤。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一段一个建筑工地，23下晡1点左右发生工安意外，一个差不多40岁外籍移工伫11楼的厝架作业，不明原因摔到2楼，因为弄的力头真大，移工并无受严重创伤。消防局紧急出动2车5人到场救援，台中市路检局也派人到现场，除了命令停工改善，也照违反这案法开罚。他是在11楼。从事废弃物清除的时候坠落，到2楼。那这个案件我们会要求现场停工，然后会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罚款。另外，伫市区的惠中路甲市政北七路口，有民众迄时阵驶伫车道，啊，毋过正头前所向有几啊捆的水管落落去，抑有车闪袂赴被讲着。路中这指挥太会袂危险，当地人嘛无可能讲想要安尼啦，啊，都无法度意外危险咯嘛。正话7期上款，水管好亲像是为这栋要入起的上半大楼落落去，好佳在无造成人员受伤。啊，不过实际打电话给建商无人回应，市府也表示会派人到场了解，若违规的代志会依法开罚，各要求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